哇，刚刚的舞蹈也是非常热情。那再来呢，我们会有一个表演算是比较特别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大家在外面有看到什么白色圣诞节，应该有听过。对啊。可能红色也是主轴嘛，因为白色下雪，红色喜气啊，对啊，喜气啊，这样子很好。我也有看到金色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我们社青团体，这个团体也非常特别。他们这个团体呢，是我们教会出社会的青年，但他还没结婚。对，没错，那每个像我们2位这样，也没错，就像社青，就是你在工作，在社会职场上面。那到每个礼拜一下午呢，是1点15分，一直到3点钟，没错。那在当中也是透过圣经的话语，或者说彼此的交流、分享、带导，没错，就可以关怀。对，就像戏剧最后很有爱，或者像我们刚刚很欢乐气氛这样子，没错。那再来呢，他们今天要带来的是黄色圣诞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什么人？黄皮肤的人嘛，对不对？非常特别，好吧？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最后一个节目——社青团契的黄色圣诞，欢迎他们。没有啊。大家好，大家知道我是谁吗？谁？叫什么名字？4个字。对，没错。可是我今天，有没有发现我手上找什么？礼物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就发到你们手上啦。但是呢，各位知不知道，其实上帝早就把他最美好的礼物给我们人类了，那就是因为他把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到这世界上，为了我们所有人。所以，耶稣的降生不单单是为了犹太人，更是为了我们全世界的人。所以，我们东方的黄种人同样也是受到这份美好的礼物。那么，我们现在就来唱这首《黄色圣诞》。
信耶稣的日子，现场啊就像是为耶稣举办的 party。2000多年前啊，耶稣为我们降生。耶稣不仅在我们学生的时候帮助我们课业，也在我们出社会的时候帮助我们的工作，帮助我们的事业，更是啊，在我们社青这个年纪这个阶段过程当中呢，是我们感情上的帮助。我如同在场的每个人一样，谈恋爱，结束恋爱。在结束恋情的时候，相当辛苦与难过。然而难过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和社青的弟兄姐妹们分享。姐妹会说：“哭吧，哭一哭会比较好。”然后弟兄会说：“信心是守望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”又会说：“那人独居不好，上帝要为他造一个女人帮助他，所以呢，一定是有一个弟兄你会去帮助他。那婚姻是上帝的祝福。”他会告诉你，婚姻是上帝的祝福，会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你。天哪，那个时候你难过的要命，怎么会想要听到教导的话呢？可是啊，虽然如此，他会很理性的告诉你，你心中那时候是需要受到的是安慰，需要受到的是只要分享，只要听就好了。虽然呢，他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你，但是呢，圣经的话语啊，那时候也帮助我，让我不过度悲伤，而提升我一些理性。真的很难过，不行的时候，社青呢，还有那种弟兄姐妹可以陪你喝2杯。虽然喝2杯不好啦，我们社青都是还蛮节制的，18岁以下的朋友们不要喝酒哦，喝2杯不能解决问题，这是真的。但却在那个时候会让我感到不孤单，因为会有一群弟兄姐妹们陪你广诺，陪你走过这一段艰难的时刻。我们社青就如同你刚刚看到的一样，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如同职场一般。我们其实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也不认识很久，可是为什么可以互相帮助呢？因为耶稣，因为我们同受他的教导。或许有人走得慢，或许有人走得快。但是我们都在同一条的路上，往上帝教导我们的方向走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了我们，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，乃是上帝拣选了我们。当然呢，我们社青也有那种意见不合，彼此会大声讲话的那种，也会有那种因为语言上的沟通，因为认知上的沟通不同，而彼此说一些不好听的话。可是我们都会在思考过后、祷告过后，彼此很真情的沟通。沟通之后就互相道歉。在我们这一群人的身上，一同经过艰难的一群人，凝聚力就会增加。耶稣说：“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会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了。”欢迎在场的每位社青可以来参加社青团契。每周日的下午1点15分到3点。嘿嘿，谢谢耶稣。我现在快结束了，谢谢社青团契。社青就像天使一样，接下来啊，社青要祝耶稣生日快乐，要献给耶稣一首歌，《天使歌唱在高天》。谢谢。
家圣诞快乐。